透过肢体动作来演绎家庭应该爱有爱、和平相处。这一步一步的剧情，拢是来自113年青少年探索班校园的真实故事。主要是希望这些学员能够透过戏剧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生命故事，然后找到他们生命的意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些学员非常的辛苦也很用心的在投入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计划由理校协会办理这档，辅导成效相当的好。去年是歌戏结合性别反霸凌议题，今年是甲咱大戏剧系共同指导学员发展出家己独一无二以家庭为主题剧本，是创新的辅导模式。他们的反应非常的好，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在动态的一些戏剧的练习，也透过画画或者是说故事的方式，让他们对于内在有更多的一个探究。所以在整个过程，今天的成果最主要是这整个排练过程当中的一个集结，探索自我，然后再结合说探索班的一些的辅导措施、辅导会谈啊、工作体验跟现在探索的课程，来去让孩子们的话比较有机会可以去往就学、就业之路来去做发展。透过辅导会谈、生涯探索课程活动、工作体验等辅导措施。希望协助青少年改善修复家庭关系，找到人生的方向。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